好，大家好啊！喂，嚟緊嘅11月23號星期日嘅賽事啊，將會有3場嘅國際二級賽上演啦，包括馬會短途錦標、馬會一哩錦標同埋馬會杯啊。咁又係喺一個真係好前瞻嘅超前部署，連排位都未出，就同大家講下唔同場次入邊嘅實力馬啦。先講下呢場馬會短途錦標啊，全世界嘅焦點當然係嘉應高升啦。但當然呢一場另一隻焦點就係氣勢，相隔咗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兩隻馬要對壘啦。當然喺以前嘅往績啊，氣勢係贏過呢隻嘉應高升2次啦。不過當陣時同而家相比嘅時間真係隔得相當之耐啦。24年1月去到而家25年嘅11月，即係都隔咗將近2年嘅時間。呢個嘉應高升仲要贏緊珠峰錦標嘅，會唔會輸俾你氣勢呢？呢個可能性係相當之低。最緊要我諗全世界都係睇緊嘉應高升嗰課試習，究竟佢翻嚟香港做嘅功夫，各方面嘅準備係咪好準，即係好充足呢？都可以喺呢啲試習睇到嘅。呢課試習亦都幾多嘢講嘅，因為好多都係同組呢。同場會跑或者喺國際賽又會跑嘅，譬如嗰啲標係嗰隻啦，標誌銀河同埋竹園啦。見到嘉應高升咧，前面咧帶放咧都好順利嘅。當陣時我都有一條片講過，佢喺珠峰錦標嘅狀態都唔係100% 嘅，去到嗰邊咧都真係見到臨場潘頓要推下打下先至交翻出一個後勁出嚟。翻到嚟香港，我覺得佢係冇問題嘅。潘頓坐穩翻嚟咧，就又攞一個錦標啦，就係咁簡單。見到呢一度咧，竹園咧就拍住嗱，呢兩隻馬咧，日後有冇機會對咧？係有嘅，因為遲啲我唔記得3月定係4月啊，好似4月份係嘛，就有女王銀禧紀念杯。假設嘉應高升要再衛冕短途3冠，就會跑1400，而竹園亦都好大機會會跑場1400米嘅女王銀禧紀念杯。所以呢兩隻馬日後咧係有機會對壘嘅。不過嘉應高升咧，始終喺香港嘅比賽嚟講咧，佢係好着數。香港嗰啲比賽節奏咁激烈咧，成日又開慢步速，大家末段爆咧，呢啲前置馬擺前嗰走就係偷你呢一樣嘢，偷你呢樣嘢。何況嘉應高升仲可以前快後快，嚴格都唔叫偷。喺先天上面嘅跑法咧，就已經絕對佔領到優勢。所以喺呢個階段嚟睇咧，我都可以話氣勢都唔係過一皮㗎啦。你要稱翻就係啲賽績水準，真係氣勢對緊嗰堆馬對嚟對去都係互有勝負。而嘉應高升已經係去到呢個階段，你夾硬仲要撐氣勢咧，我覺得未免咧太過講感情分啦。當然呢一度其他馬要講嘅咧，除咗阿蔡嗰啲精算部署之外咧，仲有隻就係驕陽明區。我記得咧之前都有啲新聞講過，要問阿蔡若翰咩事啊？即係點解隻馬可以輸成20幾個馬位咁遠？只不過幕後嘅解釋啊，蔡若翰嘅解釋咧就係話嗰個即係場地上邊唔係咁利佢嘅發揮啦，而且佢都好滿意呢隻馬表現。我又均真啲咁講啦，阿蔡咧喺呢一輪派嗰啲高分馬試集咧，全部都由馬可嘅，都係好即係秉持到佢以往季初都係慢慢地比較慢熱，靠跑上狀態呢一招嘅。但係都當然真係輸得比較遠啦，20幾個馬位所以當局要問一問話咧，亦都係例行公事嘅。我只會話驕陽明區唔係一個最佳嘅狀態啦，亦都唔清楚佢幾時可以跑得翻佢上季應有嘅水準啊。因為呢隻馬嘅單試我都睇過咧，之前睇過啦，都係未係好有表現嘅啫。如果真係內斂到咁而最後贏咗咧，我亦都吹佢唔漲啦。不過上季真跑又好，或者遇到唔同嘅形勢又好，都係把握唔到，係最尾嗰場嘉應高升贏唔到先至贏，所以好難有馬偷到呢隻嘉應高升啦。係咪呢場冇嘢講呢？唔係嘅，我覺得咧有一隻馬咧都要值得尊重，而我相信可能係會成為冷門嘅就係幸運有利。
咁呢一隻呢，其實如果大家覺得啊，羅富全嗰隻越進歡欣上次喺個莎莎銀袋賽都叫跑近，都係啲老黃忠嘅代表。咁呢隻幸運有你亦都有呢種味道啊，只不過就近兩次就冇乜嘢睇。咁我見佢呢埋門試咗一個從化閘，呢個從化閘呢都可以話係將佢嘅力度啊推到係近期最好㗎啦。當然啦，試緊嗰組嘅馬嘅能力呢，佢唔係一組好高水準嘅試閘，但係呢都可以睇到隻馬呢，即使都咁大年紀呢，仍然係好有鬥心嘅。喺轉彎嘅時候呢，已經急不及待呢，想慢慢走上去啦。只不過騎師嘅約束呢，令到隻馬呢都係要放緩腳步。但入到最後直路口呢度撒開個大步呢，呢隻馬呢就顯然呢有勢呢想趕馬啦。所以我覺得即使咁大年紀都好呢，你都要尊重翻，同埋又用一個逆向思維諗，即係呢啲老馬唔通同你季尾啊先至開始搏咩？季初盡有嘅，梗係用咗先啦。咁而且正賽亦都可能都明白唔夠其他嘅馬家燕高升啊嗰啲去鬥啦。所以二級賽會唔會反而喺嗰個進攻方面比較積極呢？因為佢都覺得正賽唔夠嘅時候就偷咗你呢場先呢。2233我覺得都值得諗下嘅，因為上兩次跑輸咗呢，可能會令到佢嘅賠率成為冷落，但狀態呢，今次可以話係喺呢一季嚟講暫時最好嘅一次。咁好啦，講咗家燕高升同埋幸運有你，我就唔希望太過大包圍啦呢場。咁跟住咧就講下嗰場馬會一哩錦標啦。嗱，呢一場賽事又係啦，頂頭熱門唔使問都係竹園啦。而我都覺得竹園嘅呢個跑法咧係相當殺食，就好似家燕高升一樣。喺香港呢啲咁激烈嘅比賽節奏，你擺前到走咧，賺到啲慢披繩啊已經搞掂。同埋何況之前兩次都唔係正宗跑慢步速嘅。咁睇翻佢最後直路口位置嘅時候細隻還細隻啲高頭大馬佢完全唔驚啊！值得一講就係鴻運帝王呢，就上場混吉嘅啫。今次呢，有機會會擺前啲走嘅，因為呢隻馬呢，其實佢嚴格上面可以放嘅。但係上次呢，就用一個車前倒後，沿途又留到勁外，最後其實係我覺得係唔係好算數嘅呢一場輸。咁唔好理啦，竹園總之係贏到啦，合夥奔馳第二。咁呢一場馬會一哩錦標會唔會真係咁輕鬆竹園贏到呢？咁當然都要好視乎翻到時嘅檔位係如何嘅。不過呢啲我唔想刻意去攻擊啦。睇到只要喺狀態試閘各方面都係正正常常，我就唔會特別去攻擊佢啦。時間呢應該係留翻多一啲俾其他會唔會入圍嘅馬去做呢。安宇呢隻馬亦都狀態好好嘅。如果上次有跟嘅朋友，我都覺得最補尾都 OK 嘅，因為的而且個貴福特養得幾好啦。但係我反而呢想嘥多少少時間呢，就講另一隻馬，就係嗰隻光年魅力。咁呢隻馬呢，其實就我唔知大家有冇想法覺得佢100分加7分107分跑呢場係有少少多餘嘅呢？嚴格佢都出唔齊馬，100分都應該入到呢一場2級賽，我唔係好明點解要夾硬跑多一場11月嘅賽事，可能真係刮多少少獎金啦。因為107就一定咧無後路啊，你都唔使諗住跑翻啲咩1、2班賽㗎啦，理論上。即係1班都有嘅，但係2班嗰啲你諗都唔使諗㗎啦，可能呢就係幫佢上咗力先啦。上次呢就以半個馬位呢孭住呢個130磅呢，喺2班呢就贏緊一組1400米嘅賽事。今次呢隔咗1個月都唔夠2個星期呢，就已經要跑上2級賽嘅1600米，難度可以話跳咗2級啊，起碼。包括由1400上1600，以及呢對住一組分級賽嘅對手。當然啦，今屆嘅馬會一哩錦標，你睇翻嗰組呢，對嚟對去，除咗竹園比較 stand out 啲，同埋鴻運帝王都叫做假假啲嘅 good one winner，其他成堆馬都係互有勝負嘅。但係呢隻光年魅力呢，始終真係我都係覺得太短時間啦，短期內能唔能夠可以征服到呢個1600米呢？同埋喺以往跑咁耐呢，1600米都跑過一次，喺呢個3班嘅賽事，居然而家要走嚟跑呢個2級賽嘅1600米，我覺得難度真係非常之高。當然亦都另一方面睇就一隻5歲馬，可能上緊，可能未睇晒嘅馬。唔知大家點樣去睇呢？
我只會話上一次嘅贏馬表現咧係應得嘅水準嚟嘅，因為嗰組對手你而家睇翻啦，真係都唔係話好多好出眾嘅馬啦，佢贏咧係應份嘅。咁同埋就係、如果睇翻嗰日嗰啲走勢啊，抽到個三檔啊咁樣咧，即係潘頓都發揮得好好啦。所以我覺得真係要短期內大幅進度啊，先至可以一入到2233嘅場口啊。咁我覺得佢贏咧係真係問邊啲，但係因為呢啲馬咧都係一啲幾有星味啊、冒升緊嘅馬咧，我覺得佢嘅獨贏同埋位置賠率咧都必須要咧係合理先至得嘅。咁啊呢一場賽事咧就又係啦，冇得去特別去攻擊啦，我諗足源都係機會大嘅嘛，除非檔位抽得好差啦。咁啊，至於嗰場馬會杯咧，就嗱你見到我講咗兩場都講啲比較正路啲嘅膽，加啲邊線啲嘅配腳，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買，確保你熱門啊穩陣中，又可以搏下冷門咧，有機會有分頭贏錢。咁呢場咧就真係我都唔會攻擊浪漫勇士㗎啦，因為浪漫勇士咧喺上一季我記得一出嗰次就贏甩晒嘅，贏4個幾馬位嘅。咁嗰次2級賽嘅2000米，你話唔強係唔強，咁呢組好強咩？除咗遨遊氣泡之外，你都唔會話佢強啦。當日亦都拉都拉唔住嘅，所以呢隻馬咧咁耐冇出咧，應該係非常之 fresh。如果係咁咧，就好驚佢望空。不過跑嗰個係麥道朗啊嘛，佢自己會識得去幫隻馬走位㗎啦，咪慢慢跟前咯。我好耐之前嘅片都講過，而家浪漫勇士個口好黏㗎啦。其實講真嗰句，佢望空咧，我覺得係有少少折扣，但係都唔會就太影響表現。而家關鍵就係在於佢又大1年啦。大1歲啦，遨遊氣泡當日輸俾佢，但係而家遨遊氣泡咧應該係一個壯年期，應該係好有本錢去反勝翻佢嘅。咁啊，睇下呢度最後嘅試閘啦，浪漫勇士呢度咧就安上人咧輕推之下咧就已經咧講過對手啦，真係明顯見得到呢隻馬啲泥地性能都好犀利嘅，只係香港冇乜賽程咧可以俾佢報到。咁啊，我都講過一樣嘢啦，佢好 fresh 嘅呢隻馬可以，咁啊咁 fresh 嘅馬咧，到時跑起上嚟咧，即係有少少似當日金槍咧，去隔咗好耐8歲去跑香港一哩錦標嗰個情況一樣。不過呢場係預賽，我覺得呢隻浪漫勇士咧都似係有呢個機會咧去贏，同埋又講真嗰句啊，即係一隻喺上季將近季中季尾喺海外遠征都係啱啱輸過鼻位頸位嘅馬咧，今次唔贏啊，難免影響佢嘅鬥心啊。所以我覺得幕後都有理冇理，一定同你砌盡佢㗎啦。至於你話遠唔遠征咧，今季佢攞馬王嘅機會咧係細啲嘅，因為已經嘉應高升攞住個珠峰起手啦。其實如果佢想做馬王，即係逼住佢焗住佢遠征，但係咪真係咁穩陣咧嚇？幕後啲訪問我都有睇過下嘅，我覺得佢哋嘅態度係有保留嘅，冇上季嗰種咁一往直前咁當機立斷嗰種口吻嘅。即係我諗佢哋唔係唔想去，係有少少保留咁樣啦。即係始終隻馬年紀大啊，經過一啲傷患啊咁樣，跑得翻已經好好㗎啦。所以遠征嘅嘢，我諗到時佢哋會再視乎呢個情況去決定啦。咁啊，關鍵講嚟講去就係、是、喂，遨遊氣泡能唔能夠過翻你咧？上次俾咗潘明輝，其實變咗第二隻馬，完全都冇嘢睇嘅，真係好奇怪。即使三搭咩頂磅狀態唔夠，喂，如果一隻馬王級嘅馬會輸到咁嘅咩？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好奇怪嘅，上次輸到。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嚇，今次潘頓揸起手一定同你攣盡佢㗎啦，同埋嗰副試閘咧。亦都係見到個走勢有復甦，因為開季呢隻馬咧，我諗大家都唔使我講啊，你睇神貨都知佢係未捉嘅。咁喺呢一課試閘前邊一對子彈快馬嚇，美麗係金鑽係一對咧就領先，遨遊氣泡後邊都好密腳㗎，一路咁樣去追翻上嚟。咁啊，今次嘅狀態亦都比上次好翻好多。咁啊，呢隻馬咧亦都係喺2000米咧當日係能夠成功贏到馬，再去2400贏埋攞埋3冠。咁啊，幕後表示咧，呢隻馬亦都係現階段似乎需要跑到更長嘅路程，需要上中距離啦。
我但係都係會稱先浪漫勇士多過呢隻遨遊氣泡，因為最關鍵嘅一點咧就係遨遊氣泡上季贏緊 Group 1嗰場2000米，贏緊3個幾馬位，後邊嗰堆馬真係表現唔係好突出啊！安請除咗國際嘅香港平跑第4之外，都冇乜嘢睇。咁啊，禪聖輝煌嗰啲擺到明，又唔係話跑到2000咁長嘅，再數已經係又龍串鳳、越盡歡欣。咁所以睇翻嗰組對手贏3個幾馬位，其實唔算特別話喺呢度有個殺着，因為之前浪漫勇士咪夜贏嗰組馬咁遠係咪？贏緊4個幾馬位添啦。只不過大家都會覺得，哎呀又大一年啦，點算呢？咁樣會唔會夠唔夠跑呢？但我相信喺呢場預賽，浪漫勇士跑個 fresh 咧，都係會夠冚呢隻遨遊氣泡。反而我覺得遨遊氣泡呢，如果國際賽佢會跑1哩錦標啊，定係香港杯、香港瓶咧？我記得好似之前係咪香港瓶好似冇報㗎，唔知報香港杯㗎嘛都有。可能佢都係想睇下呢一場嚟決定翻。但係我仍然都係相信咧，浪漫勇士咧嗰個新鮮感，呢啲馬王跑新鮮感咧係特別叻嘅。我覺得咁樣咧就已經好足夠咧去冚呢隻遨遊氣泡。咁至於其他嘅馬咧，有目共賞，亦都係我經常出賽前影片有提過嘅馬。呢隻咧會跑近，但我都盡係想等多場。一到國際賽呢隻馬就應該會變身㗎啦。今次我都盡想影一影手先，喺啲連贏位啊、win 啊嗰啲，因為今場都冇乜馬走，咁少馬場口，有目共賞。如果跑2000米咁少馬，又冇乜馬得做步速呢，我唔覺得佢喺度可以爆贏晒啲馬王啦。3344、34重彩 T 4連環你要拖我唔反對，但係我都係擺喺浪漫勇士身上。結果就係、即係3場都係偏正路嘅想法，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喂，2級賽啲前哨戰會唔會爆話呢？但我相信呢頭先我介紹過嗰啲馬嘅馬房呢，都係好執意要將隻馬呢有得用就用埋佢啦，用晒佢啦，所以我覺得係冇保留嘅呢一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幾場嘅2級賽呢？歡迎留言。